Dropshipping 跨境電商係騙案，等陣先，唔好一棍打死。今年仲有冇得做？我一次過同你講清楚，近呢幾年多咗好多假 Dropshipping 平台，話你免費開店，突然顯示你有大量訂單，再叫你先存錢買貨，話你入錢先可以提盈利。呢啲100%都係騙案，而且真正做 Dropshipping 一定係用自己嘅網站賣貨，用 PayPal、Stripe 呢啲正規收款平台，可靠嘅供貨商貨源，從購買到收貨透明嘅追蹤流程。唔係 Dropshipping 難做，係好多人一開始就行錯路。喺 Online Reach， 我哋會幫你用最簡單方法教你乜上手，幫你設計自己嘅電商網站平台，導購流程，設定正規收款，陪你一步一步開始。你都想開始做網店，又未知點開始？ Online Reach 小幫手可以替你做免費諮詢。